南非的政府为着要打击非法挖矿，去年11月份开始就派警察封锁西北省一个所在废弃乌金矿的所在，佮切断藏伫下骹非法矿工因的假室，希望讲安尼会当互因赶紧离开这个所在。结果呢，内底500多人因为惊出来的风掠，就一直留伫内底。当地政府8日时已经展开救援行动，有成功救出246个人，也毋过嘛有找到78个遗体。救援人员甲藏伫咧地海矿工救出来，有的是328，其余救护车一个人倒查。不过，更加悲惨的消息是，还有真侪非法的矿工，因为无食无啉，身体挡袂牢，已经死亡。伫外口等的家属拢真担心。My husband since Atamaya Gili pregnant. Gili Boma, it was 3 months pregnant, if I'm not mistaken, or 4 months. Then since Atamaya, even now, he haven't come back. I get okay, my husband, mo bathong ba 26 ba hlokafetseng hore ke ene a hlokafetseng nna. Or I say ene wa phela. Kore I'm stressed, not depressed. 南非西北省一个废弃的金矿，去年开始有真侪对边仔国家来的非法移民，甲当地工人组队偷偷落去采矿，当局采取强硬手法，自去年11月开始，封锁运送补给物资的洞口，前后3个月，也搁拒绝提供救援，希望甲内面的人逼出来。一开始，这个方法有效，差不多1500个矿工走出来比例，不过剩的500人就是卖出来，秘伫咧内面1个月加。因为舆论的压力，当局伫这个8月才开始救人。A total of 324 extraction have been done, and out of the 324, 78 are human remains or corpses, and then 246 are people who are still alive. We've never blocked any shafts. We've never blocked anyone from coming out. We simply said we cannot entertain illegal mining. 南非每年因为非法采矿损失超过10亿美金的矿产，政府为了要对抗盗采，用太过价高的方式，才造成悲剧。这嘛死亡人数愈来愈多，真侪民间团体批评，就是因为南非的矿业愈来愈稀微，真侪劳工无头路，才有遮侪人想要冒险落去废弃的矿坑内面挖金仔。南非人权委员会也正伫咧调查警方的做法是毋是适合。公司新闻张伟林、吴其昌编辑。